所以你睇啦，幾隻醫生就幫你打針咯，醫生又開始幫你量血壓喎。嗱，聽醫生嘅話，日間知道嘛？醫生要你食藥你就食藥，要你打針你就打針，乖乖聽話。你嗰啲醫生好好噶，佢嗰啲 Mary 醫生，又幫你量血壓，又幫你打針，又俾藥你食，佢又量血。醫生，但係做完嘅工又愛記錄喎，記錄睇佢哋血糖血壓有幾多，知道嘛？你日間一定要聽醫生嘅話吓，佢啲醫生好好人㗎喎，幫你量完就記錄好咗佢。到時有乜嘢事就俾藥你食，血糖一高又俾藥你食，血壓一高又俾藥你食。記得話